这是点了，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4年4月29号，公元2017年6月23号。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毕业典礼上发表精彩演讲。圣地亚哥市长表示，很荣幸邀请到世界和平导师达赖喇嘛尊者。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5届会议上提出西藏人权问题。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上周六，6月17号，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应邀出席了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2017年届毕业典礼，并向25000多名该校师生和各界民众就人类道德价值、宣扬慈悲精神和现代教育制度等为主题发表了演讲。达赖喇嘛尊者在发表演讲时指出，世界和平的思想源于内心的和平。他将年轻一代描述成世界未来的领袖，可以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21世纪。达赖喇嘛尊者表示 ，A meeting with young people, I really feel, oh, these people are the future of our humanity. So furthermore, 21st century, just the beginning. So you have the opportunity and also responsibility, you see, to develop or to create better world, happier world. No longer violence, no longer this huge gap, rich and poor. So you can do that. We, elder people, I think may not see that kind of world, but you can see, so you can enjoy. 尊者进一步表示，人类是社会动物，我们是高度相互依存的。气候变化威胁着我们所有人，这是大自然给我们的挑战之一。这也提醒我们，我们必须努力共同达成一个共同的目标。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和一个更快乐的世纪，要求我们不依赖武器来解决问题，而是普及发扬内心的平静。在谈到中国的社会现状时，达赖喇嘛尊者指出，中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需要的是一场慈悲的革命。So sometimes even I mentioned some kind of new cultural revolution of compassion. That I feel, you see, many problems such as corruption and huge gap rich and poor. You see, through education, try to promote compassion, led by Communist Party and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Xi Jinping. I think time, maybe I think, right. I feel that.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校长普莱德斯拉先生在毕业典礼上向达赖喇嘛尊者颁发了该校最高荣誉奖章，以表彰达赖喇嘛尊者倡导慈悲精神为世界和平所做出的贡献。校长普莱德斯拉先生在发言时表示，达赖喇嘛尊者的慈悲精神和智慧激励着我们人类要变得更好，更加的关心我们的世界，人与人之间要更好的照顾好彼此。而在6月16号上午，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发表了以拥抱世界的多元化之美为主题的公开演讲。当时，达赖喇嘛尊者在演讲时谈到许多不同的话题，特别是关于和平与慈悲的重要性。
尊者指出，现代教育的责任在于教育慈悲和同情心，并呼吁像圣地亚哥分校这样的教育机构要世俗伦理和道德价值等发展内心的课程。尊者进一步强调，发展慈悲精神和进行对话是解决人类之间分歧和冲突的办法和最有力的工具，呼吁人们放弃使用暴力、愤怒和仇恨来解决争端。尊者希望每个人能以包容的态度进行对话，解决分歧，并且尊重不同的信仰和宗教。The genuine compassion and loving kindness can extend towards troublemaker, so-called your enemy. Their attitude towards you, negative, but still they are human brothers sisters. They deserve our love, our kindness. 尊者在演讲前，圣地亚哥市长凯文·福尔特纳先生代表圣地亚哥市人民向尊者表达了敬意，并向达赖喇嘛尊者赠送该市市药。市长凯文·富尔特纳先生非常荣幸和自豪地邀请到世界上最伟大的和平导师达赖喇嘛尊者访问圣地亚哥市。在此之前，达赖喇嘛尊者还举行记者会，向与会的110多名记者和媒体谈到自2011年移交政治权利和尊者毕生的3大使命等话题。此外，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5届会议于本月初在日内瓦召开，包括美国、英国和德国等国家的代表出席了该会议。会上对中国当前的局势，特别是西藏和新疆的人权问题提出了严重关切。参加该会议的美国代表在会议中指出，他很担忧中国的律师和知识分子的命运，他们被拘留和遭受酷刑，还被逼迫在国家媒体上承认中国的政治改革。此外，他还表示，中国当局对西藏和新疆地区实行镇压政策，严重践踏人权等行为表示担忧。与会的德国代表敦促中国政府释放所有人权维护者，其中包括母语保护者扎西汪丘，并呼吁中国政府允许各国专员和媒体记者自由访问西藏。德国代表还对中国政府侵犯人权行为，特别是对西藏和新疆的镇压政策，以及拆毁拉荣五明佛学院等事件表达强烈不满。英国代表针对中国政府限制其公民言论自由、政治自由，特别是剥夺少数民族的言论和宗教自由等，表达了关注。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